願意公開自己有抑鬱症嘅人好少，因為佢哋都唔想提起痛苦嘅日子。羅爾遜牧師偏偏唔單止講出嚟，仲要寫書記錄，因為神藉住抑鬱症俾佢見到自己好深入嘅價值觀問題。羅牧師以前做教會主任牧師嘅時候，努力做一個完美主義者，佢要求自己所有嘢都盡善盡美，做教會會眾嘅完美榜樣，同時又想自己嘅教會又大又多人又有錢，但係永遠追唔到越嚟越高嘅目標。因為呢種價值觀嘅偏差，令佢患上抑鬱症，1年之後再復發。最嚴重嘅時候，佢連睡房都出唔到，仲曾經諗過輕生。天父早已無條件咁愛佢，佢根本唔需要追求完美嚟討好天父。依家羅牧師仍然同抑鬱症共存，但係佢唔單止每天感恩，仲獻身宣教，因為佢好真實咁經歷過與神同行，好想呢個世界有更多人認識神嘅愛。如果想知更多精彩內容，請掃碼瀏覽天使心月刊網站啦。